和他之间到底要怎么办？当真无解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喜欢吗？我有话要问你。该问的你都问了。你根本不是叶神，也不是杀害我娘的凶手，对不对？看，有幸运。别岔开话题。过来先陪我坐一会儿，好吗？我很开心。啊？我在这里错了1000多年，你能坐在我旁边，我很开心。你今天怪怪的。萤火虫？这不会也是你变的吧？不是。寻来生阴阳，真情风云呀，好友相思寄故乡。遥望红尘间，他似在灯火阑珊。风雨散，一醉世间缘。问来生何日再见？千年这一瞬，情意何欢，爱一番难断。剪一段时光，心潮破碎，与你烟无悔。尽管以后落花没千回，愿一段时光与你相伴，生死亦相随。镌刻你入心扉，沉寂最美轮回。叶晨远，说我真是夜神，你还会像以前一样，一定要杀了我吗？我会想办法证明你不是野神。叶晨渊，叶晨渊，叶晨渊，你真的就这么走了吗？剑已经开封，请知剑人迎回神剑。
恭喜执剑人取得神剑开封。夜神之力，众仙皆飞！你们若是再调动灵力，便会暴毙而亡。众仙，接着排毒！你在干什么？白小莹，你果然和叶晨远有奸情，我早就知道你。你再废话，我就撕烂你的嘴！承认是本尊教育无方，我也有错，错在本尊。你说过，若我真是夜神，你不会杀我，而是找到证据证明我不是。没错，因为我知道你不是。哼，你太单纯了。既如此，就别怪我手下无情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在帮你清理余毒吧？我只是把夜族之毒灌入你的体内。不可能，我不信。自从半年前我登上九重霄，唯一的目的就是夺取神剑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今日。你终于把它交给我。你的意思是，从头到尾，你都在骗我？不可能！那你为何不早日拿回神剑，还助我夺回剑经？那是因为，我需要借助执剑人来帮我开封啊。别开玩笑了，我不会这么容易上当的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先把剑给我，不管发生了什么问题，我和你一起想办法解决，好吗？我的问题就是，我本想利用你夺回夜族，拿到剑经，没想到你费尽心思的帮我，还带上你的好师尊，我真不知要如何感谢你。叶之远，我不管你有什么苦衷和不得已，你若是再不把神剑还给我，将来无论你说什么理由，我都绝对不会原谅你。原谅我？看来你真的疯了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爱上你吧？不会的，你当时中了这一水，所以不会是假的。你别自以为是了，我对你从没动过真情。你现在这表情，当真是精彩。你剩下来的半条命，就让体内的余毒来受。叶晨远，
剑伤未伤及要害，体内的余毒我已经清理。在云顶天山的重创，多半是遭遇巨变、心神俱动所导致的。现在已无甚大碍，我再去配些药。好，你去吧。白小莹，身为九重霄执剑人，你屡次对叶晨渊手下留情，这次更是铸成大错，只是神剑被抢。本尊倒是想知道，你究竟有何话可说？仙主，够了！此事就交给你去办理。本尊得到消息，叶晨渊通告三界，要与花雨影大婚。云雅，你正好趁此机会夺回神剑。至于白小莹，就在这辉月居禁足，好好反省吧。他和花雨影大婚，叶晨渊，叶晨渊，不要！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你知道吗？你让我娶花雨影，我很难过。你是不是喜欢小妍？是。你别自以为是了，我对你从没动过真情。叶晨渊，难道我看起来就这么好骗吗？师尊，你是来看小莹的吗？是，我即将前往叶族夺取神剑，我不放心她，走之前来看看。可是小莹已经在休息了，不如师尊先跟我说，我代为转达。常青柔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我那个小莹人呢？师尊没拦住，小莹一早就走了。定是因为叶晨渊大婚一事，我去将她寻回来。啊！
什么人？叶晨渊在哪儿？我有话要问他。今日是主上与花玉影的大婚之日，所以不见外人。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这大喜的日子，怎么能少了我这杯酒？白姑娘，你我相识一场，听我一句劝，有些事不必勉强，否则伤的是你自己。我偏要强求，有本事你就拦住我。那只好得罪了。教主，放他进来。是。白姑娘，请吧。果然是你，还是来了。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叶晨渊，你知道你有多幼稚吗？这个时候大婚，摆明就是故意给我看，让我知难而退的。越是这样，越证明事情反常。你脸皮已经厚成这样，竟无半点自知之明。要不是为了骗你帮我开封神剑，我早就和他成亲了。那当初你为何不和他成亲？那时我受制于他，我需要借助你的力量。我们叶族人就是这样的人，前一天还刀剑相向，第二天却甜言蜜语。我们叶族人也不讲道理的，我们只认成王败寇。我不信，我不信。做戏要做全套，我不装作赌气，怎能让你深信我爱你？况且，只有和你一起经历了那样的失落和愧疚，你才会助我一臂之力。难道那天晚上，你也是骗我的？当然。你看着我回答。你不敢看我是不是？你说话呀！费那么多话干嘛？我们叶族女人的男人想抢便抢，但你得先打得过我再说。这可是你说的。你若是输了，他便是我的。你没事吧？有事，一时半会估计好不了。枯树颓百年了，怎么办？绕过几圈爱恨，誓言辗转离分。我最厌恶的就是卑微的人类，还有九重霄那些虚伪的神仙。你两样都占了，
我怎么可能喜欢你？那晚，不过为了更容易的拿到神剑，只好牺牲一下我自己。你伤了我夫人，本该以死谢罪。但大婚之日，我不想沾染血腥。你赶紧滚，否则我废了你仙骨。许你共度余生。好，昙花一跃，凋残醉生梦死，何以继赤诚？几世牵绊，唯有我手生情疼。夫人，不用理他。我们继续。渡不过彼岸，怎可盼你欲得火阑珊？回忆堆叠温存，难舍你我缘分。命书斑驳掌纹，分隔白夜晨昏。寒风冷静寥落的星辰，我依旧在等，等不回，许你共度余生。昙花一跃，凋残醉生梦死，何以继赤诚？几世牵绊，唯有我手生情疼。离愁非前生，渡不过彼岸，怎可盼你欲得火阑珊？1800年了，我终于有个强健的身体了。意识松懈，竟被钻了空子。你怎么还没走？你招惹了我，我不是这么好打发的。叶晨渊，我没你想的这么坚强。我不走，不代表我没有被你说的那些话伤到。伤到了就该走，该报复，这才是我认识的白小莹。这样不顾自尊的求我，只会让我更厌恶。你对我怎么样，我自己有感受有判断。看来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！我就是一直在骗你，不要自己再骗自己。我让你看看我的真面目。真的是夜神。
睁开眼睛看看，我如何控制这个世界。如此强烈的魔气，找死！你现在感觉如何？小妍，你怎么了？小妍，西元少先说，小莹一醒就马上把药给她喝了，我现在去拿。柔柔，你照顾小妍，我去拿药。小莹，没关系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白小莹，给我滚出来！你要干什么？白小莹，你真是给仙门丢脸！你去夜族抢亲的事情已经传遍3界了，现在人间又因为你遭夜神洗劫，你还要造多少孽？你说话！你以为你不说话我就会善罢甘休吗？你想得美！跟我走，去众仙面前认罪，卸任执剑人职位。够了！师尊，我说的句句都是事实。他屡次失职，闯出大祸。师尊，你每次都给他收拾烂摊子，他根本没资格再当执剑人。那你又做了什么？是小莹夺回的剑剑，阻止夜族行凶。他每次都冒着生命危险，你们却视而不见。你们只会盯着他的错处。你们若说我袒护他，好，我护定他了。以后与小莹作对，就是与我云崖为敌。云崖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看你是已经被他迷了心窍，已经变了个人了。柔柔，送客。师姐们，走吧。小莹，你知道你现在自己的样子吗？你还是我认识的白小莹吗？为了叶晨渊变成这样，值得吗？姐，你说什么？我需要神剑，才能杀死叶神。师尊，我一定会拿回神剑。如此便好。仙主，小莹虽违规下界，但也是为了夺回神剑，望仙主谅解。作为执剑人，白小莹丢了神剑，此番又是去抢亲，实乃仙门之耻。就算本尊能宽恕他，众仙如何信服？3界又岂能饶了他？仙主，一定有办法可以将功赎罪。
月牙万死不辞。你当真愿意救这个弟子？是。好，你随我来。这是仙门禁术三清玉术，可以使你的功力瞬时暴增数十倍。它也会反噬自身，轻则身残，重则魂飞魄散。可眼下若想从叶晨渊手中夺回神剑，恐怕也只能以身犯险方有机会。此前我本想让那白小莹使用这禁术，只是仙主，我愿替小莹前去夺取神剑。你可考虑清楚后果了？无论生死，云雅定不负所托。今日来送死的人是你。我今日来，不但要夺回神剑，还要替小莹报仇。你若不爱她惜她，便不应该靠近她。今日，我要让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就凭你？就凭我？看来今日你要葬身此处，我会叫白小莹来替你收尸的。你不配叫她的名字。果然是有备而来。
神剑为何会在此？师尊，站住！我要见师尊。师尊现在不见任何人。不对，我从未见过云修阁有如此多守卫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，我一定要见他。慢着！又要干嘛？对付自己人？永宁仙君，我知道是师尊帮我拿回的神剑，可如今云修阁守卫森严，想必是发生了什么事。您作为师尊的至亲好友，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还请您如实相告。你跟我来吧。他明知瞒不住你，只不过想拖一会儿是一会儿。他不想让你看到他现在的样子。怎么会？怎么会这样？他为了你，明知道不是叶晨渊的对手，不顾性命使用仙族禁术，独自一人去找叶晨渊拿神剑。失去手臂已是万幸，如今仙识消散，灵力全无，医院也束手无策，日后怕是只能这样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师尊，师尊，师尊。我也说的对，我总是一次又一次拖累师尊，都是我的错。师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师尊，都是我的错。叶晨渊，叶晨渊，从今往后，我白小樱跟你势不两立，我绝对不会再放过你。九重霄执剑人白小樱，今日便来找叶晨渊复仇。他若是不肯出来，今日就将你们叶族屠戮干净。叶晨渊，不，叶神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和你师尊一样，
都是不请自来。九重霄的人可真有意思。你没资格提他。这10年来，我想了无数次我手刃夜神的场景，却没想到真到了这一天，我会如此难过。叶晨渊，我不管你有何隐情，你我今日都缘尽于此，恩断义绝。我今日便是要替我师尊讨回公道。原来如此，看来我怎么折磨你，你都能保持理智的原因，是因为你师尊。原来云崖上仙才是你的逆鳞，不可触碰。是又如何？正好，那我们便新仇旧恨，一起算。好，今日就让我们一起了结。叶晨渊，你叶晨渊，这是哪儿？神境空间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仙主。是我对不起我的孩子，要让三界知道，是他救了三界。姬白，愿意化身剑境，随我而去？我愿意。看我们探险找到了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神女的宅院？让人进去啊！神女，快出来！神女快出来！这就是神女吗？和我们长得也差不多嘛。神女快过来，让我们看看你。对对对，让我们看看你。神女，快出来！莫非你干什么？我还要看神女呢。胡闹！她根本不是神女，而是不祥之人。她的体内
住着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夜神，凡是被他触碰的人皆会丧命。你要是不想死，就跟我走。啊，我分，快走！还要分，快跟我走，离开这个鬼地方，以后再也不许来这里。夜神容器的来由竟是如此。师尊说过，辉月居曾禁锢过夜神，原来是他。谁？他就是体内封印着夜神的小畜生，我爹就是被他害死的。我要打死他，替我爹报仇。夜神就是九头蛇的爹，打死他！打死你！打死他！他是一手畜生，打死他！打死你！打死他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他！你小畜生！他的血剧毒无比，我们留在这儿恐怕会有生命危险。我们走，快走！既然我是不祥之人，那干脆……到底要怎么样才行啊？这下肯定万无一失的。这么多毒药，肯定没问题。怎么我还没试啊？这也不行啊！160次了，看来我这辈子都成功不了。为什么？管顾辰，别东张西望的，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，得责罚你了。好。他这是怎么了？赶快救他！哎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就往前冲。他体内封印着夜神，他的血剧毒无比，你把他放在那儿就可以了，其他事你不用管。就算他体内封印着夜神，但他又没做什么错事，万一就这么死了怎么办？放心吧，他不会死的，你把他放在那儿就可以了。哎，走走走。我还活着。竟然有人给我包扎。你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你是谁？是你给我包扎的吗？是我。我看你手腕上有伤口，便帮你包扎了一下。我是派来给你送饭的地界弟子，名叫婉孤晨，你也可以叫我阿晨。婉孤晨，来送饭的，难怪能进来。他们没有告诉你，
我是什么人吗？大体说了一些。那你知道我是谁？为何还要救我？因为你是我特别想见的一个人，今日好不容易见到了，自然不忍心看你独自一人倒在血泊中。对我好奇的人很多，来看我热闹的人也不少。你和他们一样。看来你恢复的还不错，赶紧吃饭吧。虽然已经凉了，但好歹可以保存些体力。这么阴气，难道是在饭菜里下了毒？先假借包扎，让我放松防备，然后再趁机将我毒死。不过，虽然痛是痛了点，但也能吃，试试看。你没有在菜里下毒。我为何要在菜里下毒？我说了，你是我特别想见的人，所以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你的。那饭我也吃了，话也说完了吧？你可以回去了吗？你说的对，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应该回去了，不然一会儿他们找不到我，又该念我。我先走了，我明天再来。说什么不会伤害我，都是假的。过不了2天，你就会原形毕露。果然是个骗子。给你，刚摘的水果。你若以后还是这副假惺惺的模样，那我不会吃。那我便放在这里，你什么时候想吃了便吃。我见你含羞低眉，神态徐徐，三分的酒气，却有9分醉意里。我看繁华几许，只剩孤影。斜月上前有满盈，便却在南河随尽。我不知怎么能及自己自己，想牵着一轮轮影，双手举起也随即。我披月随风而去，自信无情。斜月上前有满盈，人却在南河随尽。我不知怎么能及自尽自己，想天间一轮轮影，双手举起也随即。我披月随风而去，自信无情。别人都不乐意做这个活儿，觉得害怕。你倒稀奇，这些年一天也不落下。
你单纯善良，并非他们口中说的那般危险。这人的相貌怎么同我一模一样？他也住在辉月区。为什么我脑中突然有了他的记忆？好痛苦，好难过。你要是没吃过饭的话，就留下来一起吧。我只带了一副碗筷。那你就陪我吃。你们地阶弟子有多少人？大约有300多人吧。那你们每天都做什么事儿？一般来说，修习仙法即可。但像我这种极个别的，就需要清扫各宫殿的地面，还要浇花、焚烧垃圾，还要给仙君仙主换洗衣服。那你每天肯定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和事。你跟我说说。我在这里待了很多年，什么也不知道。那我说个跟你有关的。好。前段时间神剑试炼大会，紫离仙君拿了第1，但是神剑没有认他为主，仙主甚是烦恼，要继续选拔执剑人来守护你。守护我？算了。如果非要人守护的话，是你的话，还差不多。我？开玩笑的，你不过也是个低阶弟子。也对。外面的世界，要是能去看一看就好。如果你真想去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你怎么帮我？这辉月居4周都施了法术，你们能凭仙牌自由出入，我可不行。除非那个人亲自过来。否则你们谁都别想把我带出去。我跟你说，我祖上曾经受过兔妖的恩惠，教了我狡兔3窟的空间法术。别的我不会，但这个我是从小就学的，我可以教你练习。真的？真的。可我的体内……算了，要是惹出什么麻烦就不好。我有办法。跟我来。哇，原来九重霄如此壮阔华丽。那是自然，这里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修仙之所。西元上仙，我看着你，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她是我小妹，名叫阿奇，因是早产，所以不会说话。她是新来的弟子，此前并未与仙子见过。想来是我记错了。这里仙子太多了，我带你去人少的地方看看。嗯，走。